机会来挑战咱的节目，你感觉你敢有法度过关？坦白讲哦，虽然讲咱的节目算的拢是夜车的游戏，不过我大概伫咧边仔看，我嘛是感觉足困难的。不过我嘛相信，只要拍拼练习，成功的机会嘛是足悬的。就是迄较困难的，规个我做伙得到幸福的时阵，唔才会甲我感动。无唔对，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，恁嘛有机会就台来挑战，只要过关，就有红包会当摕哦。今日咱嘛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相信今日的四组家庭拢已经准备好啊，咱随来欢迎斗阵来读书。欢迎，到底来读书。欢迎为殿堂饲金鱼。第三组欢迎这两个囡仔。最后一组欢迎小鹅啊西瓜。足高水，足高水耶！哦，恁自我介绍之前，我想要问一下，恁的队名哪会互你平常时互人感觉无啥下？对啊，斗阵来读书，因为第一个，阮一家伙仔叫姓朱，所以叫朱。姓朱。啊，但是啥物爱来读书呢？因为呢，因两个人6岁去到7岁时出版一本书，啊，即摆来放伫这个高雄的图书馆来，互大家照咱看。绘本，绘本，画红仔册，红仔册，家己画。哇，最厉害几乎耶！都有故事诶，对故事拢因家己编的。哦，哦，安尼真达定骄傲。来，进来，互因自我介绍。来介绍者，我叫 Ellie，啊，今年几岁？今年8岁。哦我叫 Effie，今年几岁？今年几岁？ 7岁。没给你啊，没给你，不要紧张。 7岁。哦，因两个人差一岁呢。欢迎，来，欢迎。欢迎。哎，杯底唔通饲金鱼，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阮是八底唔通饲金鱼。其实毋是讲全家伙仔拢真高龄，所以后这个名唔是因为就高啉的哦。因为我的名叫做杨靖宇嘛，嘿阮阿公拢叫我杨靖宇，杨靖宇就亲像饲金鱼。杨靖宇，杨靖宇。阿公是倒位人？阿公是四川人。哦，嘿对，超音。杨金宇，杨金宇，杨金宇杨金宇来吃饭了，杨金宇这样说。啊，辛苦，大家拢真熟悉啊。爸爸妈妈嘛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靖宇的妈妈，叫杨美月。你好，你好。阿国大靖宇的爸爸，张全渊，嘿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。好，再来是这两个囡仔。大家好，我叫姐姐爸。大家好，我是姐姐妈。大家好，我是做阿嬷。你好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妍妍。妍妍啊，想想没关系，莫甲伊勉强。害羞。啊，你的名甲这有关系，现在两个囡仔的名内面无这。哦，因为伊英文名叫 Joanne 甲 Jessie， 哦，所以 Jessie， 嘿对大家伙啊，嘿，拢是姐姐，拢有这，对，拢有这，欢迎你对过来。哎，小鸭西瓜，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鸭西瓜，我是爸爸阿玲，阿玲，我是妈妈阿贤，阿贤，我是弟弟阿准。啊，这高水耶！啊，啥哪会好这么高水名？小鸭西瓜，因为阮阁有一个姐姐，阮姐姐今年已经22岁啊，哦，22岁啊，对，伫花莲读大学，伊的名叫做小玉。细汉的时阵叫西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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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啦，今日我倒来想讲，姐姐嘛是当阮是斗阵的，所以讲用伊的名做队名。这是规个队名拢真有创意啊！随来进行今日的比赛。欢迎到底来读书啊！拄则破哥讲的，因的这绘本已经伫我的手头啊。什么？这你的手头？你想要要讲手头，你是当做你即摆咧演戏哦？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今摆就伫我的手头。你什么货我拢快点动 N
受罪啊，画甲足好的呢。啊，感谢感谢。那我想要问看卖，因咧创作这个绘本的时阵，敢有问恁的意见？拢无呢，拢无。我都唔知我都唔知啊。啊佮甲门甲我锁起来，讲妈妈、爸爸你袂当看，来别我感情看。无好。是安怎样呢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为因为想要给你 surprise。没有啊，生坏啊。画的很棒哎，但是这好可爱，为什么这个娃娃在哭啊？这是这谁？是等一下，个光头在边头。爸爸，爸爸，然后这是爸爸，的是啥？爸爸，爸爸上爱考。来，我大家看一下哦。上会记就是爸爸在考。对，对爸爸上爱考。爸爸想爱感考。性啊。哦，安尼。嘿啊，恁伫画这绘本的时阵，敢有拄着啥物困难？很紧张，爸爸妈妈会看。因敢若感觉味道就是欢喜啦，所以咱就拢袂去甲伊看伊到底在创啥物。因家己的空对间，对对对妈无希望互因压力啦。囡仔看世界的角度去呈现出来。甲大人是完全无共。无共啊，你若艰苦我画图的时候，你若紧张，你会唱歌来唱一下，互大家听者。阿妹啊，浸过水，把酒一大大哩，浸的一段红记记，看中人就笑皮皮。那画图那唱歌，好惬意嘿啊欢喜啦。上好的，这个幸福类甲这绘本嘛是有关系的，对不？画了了，拄好就迄落内底有一个细菌，啊，拄好就当时迄时阵就 COVID 就开始啊，所以大家拢袂出门。啊，迄时阵因有朋友伫迄落平湖，啊，想讲啊，阮平湖遐就无较无即款的即个囡仔人的绘本，因迄边的小朋友甲因的朋友就讲啊，我会当看你的册哦，但是因为迄个大流行，所以就无法度去，拢无出门就袂当去，所以想讲即届送几本册到迄个平湖，互遐朋友遐小朋友嘛会当看到当初吼遐看这好看的故事安尼啦。那安尼咱做伙来看一个，斗阵来读书，因要来幸福的是啥？是去飞河的机票。咱做绘本，坐回恁去飞上天对无？对啊希望你会当成功过关，甲幸福的砸转去。即马马上来进行有量做你豆。甲拿球投入去拿坑，看的三抓拢爱入一粒就算过关啊！拢总有9粒球的机会。那呢，恁今日拍算是规家伙做伙挑战，还是讲啥物来挑战？我本来想讲我一个人就该处理了了，但是咪咪讲袂通。是安怎？伊就是跳袂起来，伊有痛风啊，你知影无？我惊伊的健康的问题嘛。哦，照恁的意思来讲，是妹妹嘛要做伙斗哦。真厉害有呢！可能较有希望啦，比阮较有希望。那咱做伙来看一个练习的 VCR。等下骗囡仔，甲阮翁讲要去踅树林夜市，其实阮是要去练习。行哦，来去踅夜市咯。厉害啦！哦，第一道美食就真好食，啊，第二道是啥呢？来，咪咪。第二道就是咱这个有量做你豆，这敢袂当食，你要当食。我甲你讲，你还先挑战人本，爱投篮，你知影安尼，我囡仔才当食对啊，没问题。敢有感觉困难呢？但无要紧，咱来行 ，Let's go。你以前唔笑对？啊，都一堆的，都一堆。啊，左边球咧，球你敢袂使？好，赶快看你外头。好不好？厉害来啊！你看，差不多3点来这。来，哎呦，我知道哦，还靠你才会当赢哦，靠你甲姐姐甲妹妹哦。哎呦，看起来嘛袂歹无，我安尼我来甲你讲啦，咱两个来分队啦。即摆若输哦，等下就买单请客吃面啊。来干无？来，你们想要干啥？要干嘛啊？你干嘛好？然后阮两个对恁两个哦。好，开始。慢慢来，没关系，来慢慢来。我讲啊，你讲，这条。
看你有一粒无啦？哦，你两粒来啊！Oh my god！ 哎，哦。你看，阮4+1呢，你看，走请客。胜利搞，我紧一拖，我请来，咱去食面啊 ！Let's go！ 来，行。美食啦！所以咪咪哇，是橡皮球诶，对，伊甲我讲伊是校队，校队。这是拿球队。我叫拿球的，结果伊是闪球的啦，橡皮球你诶闪来闪去，看到球队闪的啦，无好啊，不过嘛嘛。是真厉害对啊！啊，敢袂使，所以我感觉专家来斗阵来才有可能。而且呢，我今日搁有炸一个神秘的迄个该保庇的物啊，什么物件？都是这本哒啦，灌篮高手。你是安怎会抓准伊会甲你保庇哈？因为我这箱内底来的主角，哎，樱木花道。斗阵来读书，请就位。有量做领导，请开始。好紧张，这紧张诶！来，妹妹先。来 ，Abby。再见。加油！哇！再一个，过去啊，加油！第二拍！你阿无变搞啊啦，高音就好啊。讲回来，奖金。比赛第三排。这就叫做肉包啦。你是咧走巧？哦，我别讲生球，好，来。第三排。恭喜过关！我来去白河机票炸到你厝诶！恭喜啊！来拍拍球哦！恭喜斗阵来读书，得到咱的幸福咧！欢喜哦！恁总算会当甲恁的绘本炸去白河哈？你即摆感觉安怎？开心，开心啊！欢喜。欢喜。好啦，让观众朋友来挑战，只要10粒球，着1粒着算过关，就会当得到1000块的红包。我看真简单对无？来，试看来你就知。我算啊3、1、2、3，来，第2排这个哥哥。哎，对，是。哎，来，哎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叫王伟健。你平常时敢有咧拍篮球？哦，我定下拢把拍投篮机。投篮机，专门啊！所以把奖金炸上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有量做领导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来，加油！你只需要1粒，你1粒就过关哦。继续。坦白讲，要卡伫咧遮比篮球更加困难呢。哎呀，真可惜。多谢你。多谢。多一个机会，1、2、3。哎呦，中央这个阿嬷。阿嬷加油！哎，阿嬷，你叫啥物名？有闻到海水味吧？海水味。我有记后来。哦，恁人才女貌啦！你这个足登对啦。多谢。我唔是好听话，我讲实在。你这过关啦！谢谢，多谢。快些，我欢喜啊！买放水啦，我要靠我家己的实力。
阿妈，请就位有量最里头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加油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会丢会丢。差一步，最后一粒，最后一粒，加油加油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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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欢喜耶！阿妈讲会开心，好气好气好气！回电汤匙金鱼。阿靖宇啊，不是靖，就拍念嘛，无我叫你金鱼啊。买赛，金鱼哦，平常时拢真爱唱歌，啊，伊嘛参加过迄唱歌的节目嘛，大家拢叫伊疗愈女神，超有白人听到迄个歌声拢好起来啦，免去看病对。对，啊，平常时会伫咧倒位表演？我平常是有在固定的餐厅唱歌，啊有当时假日啦有闲，就会去街路边唱歌。那呢，爸爸妈妈拢真支持你啊！啊，敢有发生过啥物趣味的代志？有一摆啊，阮热天的时阵啊，因出山了，要去当个北部，迄车会冷气，压缩机来歹去。冷气歹阮开去，高速公路，热天的时阵，哇，就热哦，我只要想到我就感觉足艰苦。阮沿路吼，拢头门架落来，行高速公路，等到阮遐吼，阮对看，规个面拢乌糟糟啦。比我爸爸的面更较乌。哇，真趣味真趣味的故事啦。真辛苦。啊，毋过我拄则伫咧后台甲爸爸有小可开讲一下，我真知影呢。你今日来，你是啥物拢毋知影，你毋知影你来要创啥的？唔知。你都唔知？我唔知。是安怎？因为吼，迄当阵阮要看迄节目的关卡，收到关卡的时阵，任务。爸爸的电脑就走袂叮当，所以阮就讲，无咱来替伊换一台电脑好啊，我来送互爸爸一台电脑。一台电脑。咱做伙来看一个今日的幸福的笔记型电脑，先做啥物款？马上来进行起毛创地人，也伫硬拍过来的羽毛球、十粒球，爱硬着3粒就算过关啊！那你这个挑战应该就是你跟妈妈做伙啊吼。我跟妈妈的默契应该是袂歹，因为阮常常做伙设计，而且阮拢知影对方介意啥物款的衫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咱做伙来看恁练习的 VCR。紧，你节目任务落来，紧来看这任务是啥物？爸，不要紧啦，迄节目吼有寄来迄纸本的任务卡。啊，敢唔免我帮你斗擦噶？唔免啦，放心就好啊。起毛创地人，你的物件尔，应该袂介困难啦。不过这是要练迄羽毛球呢。啊，无咱来试看卖啊。即马是9点，我拄转到厝，我招阮妈妈做伙来练习。我无爱吃，一粒球拢无，拢无食着。这是要安怎？即马已经10点半，爸爸应该搁咧困，较细声的。你两唔走去倒位？去食宵夜啦。哎呀，足饱啦！哎呦，食足饱的，食足饱的。啊，准备去困啊。差一点仔就变空啊！搁爱找时间继续练习。我们家的嘛。来，站好。哦，你，小宝，1、2、3。妈妈，明仔载就要录影，你有信心无？我无信心，啊，你有无？我嘛无啥信心呢。为着恁爸爸的奖品，加油啦！好，希望咱明仔载的任务当顺利完成，加油！啊，你唔是讲真有默契？
就是默契咧对。亚真讲真有默契，爸爸很担心。爸爸讲，你确定你被送我开心欢乐啊！你确定你有法度？实在是这个吼，真个足困难的啦，这游戏真困难。我讲爸爸拄则迄看幸福礼的时阵，表情是欢喜的，啊，无看完 VCR 了后，表情是郁醉的。整完了。来，加油一个，加油一个。杯底唔通是金鱼，好运一定是咱的。杯底唔通是金鱼，请就位。起舞创地人，请开始。3, 2, 1, fighting！ 30点卖了准，头一粒就要接到啊！闹高气啊！妈妈，我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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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较慢嘞，较慢嘞。来哦，豆豆来是无要紧哦。来！再来！你先给他冲低哦！你一定要在洗，哎呀，头加油哦！加油哦！来，观众朋友听，加油一下好不？所以最后3粒，只要2粒成功吼，一定来吼。来。哦，最后2粒拢一定爱接到，才有成功哦。妈妈，爱喘气啊，爱喘气，小可调整一下哦。来，妈妈来。爸爸笑不出来。爸爸，你感觉安怎？你感觉这敢有遐尼困难？应该是嘛真困难啦。你要试看来？我当试看嘛。如果爸爸要挑战，你是想要挑战迄压地的，还是讲压迄球拍的？我压地好啊。我先讲一下啊，因为等下观众朋友来挑战，若是5粒，着1粒，就算过关，会当得到1000块的红包。虽然讲爸爸无法度甲笔记型电脑载回去，啊，不过你若是成功，我嘛予你1000块的红包。好，加油！来，起舞创地人，请开始。来，爸爸的头嘛是。你即马是来是物是当初是啥哪无爱甲爸爸讲？你2粒就叫1粒的。虽然讲哦无笔记型电脑，啊，不过有1000块的红包。恭喜爸爸！啊，所来换观众朋友来挑战，嘛是2个人一组，1、2、3。好，来，这位阿姨，你是阿某吗？来，欢迎。欢迎。来，我是金德，我蔡美玲，阮2个是翁仔某，阮已经结婚45档，还未离婚。我叫你先提。其实哦，还未离婚是免讲啦。等下这若无迄个可能就爱离婚啊啦。加油哦！加油！起舞创地人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来，加油！1粒就过关啊！差1点嘛！好难。成功了！
一个，搁一个。是无简单，所以爸爸拄才会当夹到一粒，嘛算是真厉害啊！那你嘛夹到一粒，后盖哦，过来参加，过来继续。欢迎香港的囡仔，哇！哦，妍妍的头毛拔甲足水的呢，哦，真是的呢。来，洗一轮，互大家看者。哇！敢是妈妈拔的？嘿，平时是着较爱变工的，所以拢会帮伊拔足水的头鬃安尼。因为查某囝是公主嘛，安尼。哇，真正有影！进前伊万圣节的时阵，佮有做一个灯笼鱼的头套，啊，头壳顶佮有一粒火的闪丝安尼。哇，真厉害！真厉害！这全部拢家己做的，更加厉害。用抓帮做的，用抓帮做的，废物利用安尼。我敢会当顶两个。我知影，一个给豆仔，一个给 Dora 嘛。哇，这车嘛足够水啊！哇，这是啥？迄就是日本鬼啊，迄雨伞鬼。哦，哇，妈妈真正足厉害的呢。就问者哦，弟弟，因冰箱是伫厝就安尼系统。香香，啊，伊平时有啥物专招还是咱黄金？姐姐足歹势呢。真够水啊，姐第一感情足好诶。啊，姐姐今晚在咧参加学校的跳舞跳舞得过迄个全国的特优奖。妍妍，你会当表演一段互大家看吧？好，来，我下歌来一个。哇，足厉害的呢！ Go！ 作为幸福，拢是真无简单才得到的。所以相信恁今仔日的幸福礼嘛，一定是互恁规家伙仔拢会当感受到幸福的礼物，对无？我甲阮丈母嘛，真带足近啊，所以我定定甲阮丈母嘛出去佚佗。啊，毋过台北的亲戚是拢足少去佚佗的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嘿，即个幸福礼会使甲阮全家伙仔做伙去佚佗，安尼。啊，咱做伙来看卖这幸福礼是啥？高级的饭店馆。希望恁今仔日会当挑战成功，把这幸福礼载转去厝。那呢，今日这个挑战就要靠拍拼的哦。今晚马上来进行出嘴有分张，两个人做伙用嘴分风，互一张名纸飞过隔邦，有5届机会哦。坦白讲哦，我看到这隔邦，我拢憨去啊！这270公分，迄是要安怎分过去啊？啊，毋过爸爸是毋是有成功过？有成功一届过，有成功一届，对啊。嘛是无很简单哦。咱做伙来看恁电视的 VCR。哎对。拿什么？好喝啊！谢谢。阿母搁咧学买物件，对无？我等于互妈妈开，好不？这是啥？钱。钱哦。钱。这是啥？卡片。出嘴有分张，竟然是要分卫生纸呢？哦，是要分卫生纸哦。哎，很难呢。哦，就困难的呢。这是要哪分啊？哦。太难了吧？这太困难了吧？我应该是飞袂起来啊。哦。妍妍，你看安尼我敢会使？妈妈，你应该袂使吧？啊？为什么啊？爸爸有咧问到，应该会使吧？爸爸，安尼只有够好你啦。开始练体了吧？加油加油！做辛苦。加油加油！冲啊！好快！再来。完。姐姐完了。我。祝你生日快乐！无啦，哎，无做简单嘞。好过气球。出来。哦，乖！
哦，你安尼练习，你感觉敢有帮助？哦，因为看到拢无法度喘气啊呢。对啦为，着这血活量，应该做真侪练习对无？对。看起来是一点仔信心拢无的感觉，那安尼啦，爸爸妈妈莫紧张，恁想要得到这个会当互规家伙仔做伙去家庭旅行的这个幸福咧，就要较有信心的，就要较打拼的，就要甲伊砸转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做伙加油一个，幸福咧，是咱的。无唔对，要较有信心的，来，这两个囡仔请就位。出嘴5分钟，请开始。 3, 2, 爸爸加油！加油！爸爸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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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失败啊！无要紧，还有4届机会，加油哦！较大来，呼！哇！起来！起来！别过啊！喂！爸爸是咪足喘的？足喘的吼，拢强要无法度喘气啊！喘一下，喘一下，休困一下。敢有爸这届会当成功？ 会使，哦，共有3届机会嘛。哦，拄则真正足紧张的咧。对啊，差一点嘛。哎，加油哦！来，观众朋友听加油声。真可惜，还有2届机会。还有2届机会哦，加油！来，各体加油一下。这真正足困难的。 过来，做位，过来，别过啊！过来！来，来，爸爸妈妈，继续加油！最后一届机会，加油！混得来！失败啊！真可惜啊！来，香香来。都已经尽力啊，真精彩。为着要让大家知影，这真正足困难的。咱观众朋友，只要徛在这架帮下骹3届机会，奔过去就算过关。够了！大家平常时问大家，敢有想要试看每一个人拢安尼，就想要试看卖，哎，拄则呢，摇头夹面，哎呦，后面有人想要试哦。好，来欢迎这位弟弟。我叫阿莹，阿莹哦，哎呦，阿莹倒转来。阿莹倒转来。哎呦，啊是安怎你有这个勇气，想要就台来试看卖？我是讲啊，我较少年，我试看卖啊。哦，哎呦，真有勇气哦。啊，不过看起来真正是有困难哦。我嘛感觉真困难呢。哦，我差不多168公分尔的，这差不多我2倍悬呢。我听看卖啊，用跳。哎呀，来，我试看卖。好，来请就位，出嘴5分钟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跳，你干嘛跳到我身边？跳！哎，话头已经够大把。还有2届机会，观众朋友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啊，你是做啥物款的工课？哦，我即摆咧教册，我教技术的学生啊。
只是讲你是地教的老师，这个工课真正需要心内有感动，爱有真正耐心。对，真正需要耐心。啊，你当初是哪有这款的选择？会使去面对做这个挑战。因为阮的学生也有看无的，嘛听无的，袂晓讲话，佫有做活泼的。啊，你教这个地教生教偌久啊？今年是第25档。哇，真久的时间呢，真正让人足感动的。那你各位立正，敬礼。哇，多谢你啦，真正是嘞，这真正需要真大的感动。因为你的职业就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。那你妈妈嘞？妈妈，我又看卖，是不是讲诶老师的另外一半，真有可能嘛是老师？系我本身是教美术的老师。美术的老师，你敢是咧学校实习的？唔是伫学校实习，外口的私人咧教画图，伊拢会带囡仔来学物件，我感觉会做爱心的，我甲安尼实习。恁两个人交往偌久结婚呢？1档。啊，你嘛真紧呢，是安怎？我熟悉10档哦。熟悉10档？熟悉10档？熟悉10档。啊，熟悉10档了后才交往，啊交往1档就结婚啊？啊，头前一个创啊？拢无交过朋友。交做一个女朋友，系交做一个女朋友，我甲讲伊，人是已经是朋友啊，所以你要知影。对，我拢帮伊佮介绍。介绍伊公司的。伊跟伊无介意，无介意。啊，无够水啊！你看遮水，遮善良对无？姻缘天注定。对，迄生一令转来了后，也是身躯边的人上好啦。啊，阁是你交往的这1年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是安怎，互你感觉伊就有爱心的？因为我的头路较特别。对。学生啊吼，因为家境大部分拢无做好的啦，所以讲阮参加活动吼，阮拢免费的，啊免钱吼，你爱找老师啊，找教材啊，伊就是做爱心讲哦，唔免，我免钱。哇！我来恁班，嘛同款有感动。啊，咱拄则节目开始的时阵，你有讲啊，会叫合作小瑶啊，西瓜成为，阁有一个查某囝叫做小瑶。对，嘿。啊，伊咧读大学已经真大汉啊呢。对，嘿。甲弟弟差几岁？9岁。你今年是9岁。你今年9岁。你甲姐姐差几岁？12岁。12岁。哦，那会差遐尼多？你是？调狗爷吗？不是，本只袂当生啊，因为迄个有妇女病，啊，医生嘛讲袂使生啊，结果去拍球，啊拍球的时候无小心跌倒，啊感觉巴肚做痛，啊个去看医生，医生就讲哦，你太太你有囡仔，surprise！ 哇！所以算是一个意外，啊，不过这个意外对恁来讲应该是真欢喜哦，真欢喜，礼物啦。啊，囡仔对恁来讲是一个礼物，所以恁今日要爱幸福礼，嘛是甲伊有关系对无？对。是啥物？卡达车。卡达车是安怎要互伊卡达车？因为卡达车去哦，风台天吹走伊。啊！对，我看门口口，爱对3坨台风，都是为阮小港吹过。风台过了，阮门口口的卡达车拢无去啊，去迄水沟啊遐拢伫内底。哦，你那拢歹去啊，袂使去啊，伊做做难过的啦。当初你困起来了，发现你的卡达车碰见啊，你是毋是就艰苦就伤心的？有无？那你敢摆看卖爸爸妈妈想要互你的卡达车？好，咱做伙来看一个。今仔日的幸福的卡达车，谁做啥物？哇！好帅！介意吧？就够水耶！阮今仔日佫要送一个礼物，互阮的主持人。啊？对，我有挺好嘞。有，阿姨都爱做模型，爱有参加比赛，有得奖。是啊。阿姨刚刚讲，阮今日的主持人最引导的，所以讲伊做一身。礼物要送给阮的哥哥来，你来送来，互你。谢谢，谢谢。这是你家己做的？
你家己做，就厉害呢！哦，我一定改好啊保护的，袂有风台天吹走的。多谢你，多谢，谢谢，多谢。恁来节目，我送礼物给阮，嘛希望恁今日会当甲恁的幸福咧砸回去。那你就要较拍拼的哦，互弟弟哦会当甲脚踏车直接骑转去厝的。好，今晚马上来进行叮叮变塔塔，一顶一顶的纸抽起来，互落落来的杯啊变小塔。有30秒的时间，20杯啊拢爱成功哦，有3届机会。你想要来挑战？妈妈抢弟弟。哈？是安怎？爸爸竟然无参加？因为爸爸在练习的时候，10个只能中4个。哦，只能中4个哦。这个是最好的了。歹势啦，上好就4杯尔。这话头搁补一句，哎呦喂啊，爸爸老气。因为这个游戏哦，抽纸爱稳，啊速度爱紧，所以拄开始练习的时阵，一定就凄惨的对无？就凄惨的，对。咱做伙看一个 VCR。弟弟，我爸爸甲你讲一个消息，咱这摆吼有参加一个活动哦，就是这啦，东东变塔塔，这足趣味的。啊，不过我们去上节目爱先做练习，这模型吼收收咧，先摕2个杯仔，我先试看卖咧。好，我先抽看卖咧哦，看敢有成功。你看，足厉害对无？啊，换你啊，好，你试看卖咧。啊，你来，你来。我无要紧，阮搁一遍，好。哦，搁差一点啊，无要紧，来，好来。耶，成功啊！好，我搁找时间过来练习，好不好？开期待，加油！你听讲这摆用20个呢，敢有可能？试看卖咧，1、2、试看卖咧，1。敢有趣味？2。好啊，来了，妈妈来啊！哇！袂歹，我弟弟来试看卖咧。加油！我要。好，我知影要安怎用啊。妈妈加油！耶！都辛苦的对无？对。阮练习，啥物人上厉害？是妈妈。辛苦的哦。加油！好，1、2、3，妈妈，加油！耶！哇，这样片内面爸爸真正是无咧成功的，对，做困难的。所以要决定是妈妈甲弟弟来比赛。啊，大家拢有家己的专长嘛，嘛希望哦，妈妈甲弟弟今日会当成功，甲幸福咧炸转去厝的啦。弟弟爱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小油啊，西瓜，请就位。叮叮变塔塔，请开始。2、1。加油，妈妈加油！妈妈加油！来，哎呦，头前成功啊！哎呦，足紧的，足紧的！哎呦，真厉害！哦，哇，完全无咧思考的呢。来，15秒，过15秒，较紧的，较紧的！都得破去啊！哇，失败啊！你拄开始迄速度真紧。看起来你练习真久的时间对无？嘿，我练习足久的。是不是因为有头一个杯仔倒去啊，就开始较紧张啊吼？虽然讲妈妈拄只速度是足紧啊，不过伊拄只用22秒的时间为这边到这，所以哦，咱的时间是30秒以内爱完成。安尼可能爱较紧的哦。所以这真正是足紧的哦。是。好，所以第2个是弟弟对不？对。有信心吗？有。加油！好不好？哎，好。哦，来，叮叮变塔塔，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！哎呦，来，快！对，速度要快，速度爱紧哦。真优秀。妈妈会代替你，把这个幸福咧炸转去厝的。第3届挑战，
丁丁变塔塔，请开始。安尼算，安尼有算，安尼有算。几秒啊？几秒？15秒，15秒，够一半时间，够一半时间，豆豆来哦。10个。豆豆来，豆豆来。紧啦！做回来恭喜小雅师，谢谢，感谢，好嘞，大家好登去厝的，听登去厝的好不好？欢喜的时间如果来啊，观众朋友，只要5个杯啊，无限时间哦，5个杯啊拢成功，就会当得到1000。等下，5个杯啊，无限时间，无限时间啊！哦，拄则迄个分卫生纸係無人舉手對無？哦，我即届全部攏會舉起來。即届，而且伊攏安尼，準備好啊！哦，來啊！我2、2、3，哦，這妹妹，來妹妹，妹妹來，歡迎！來。我是上层啊，主持人好。你拄則佇咧頭前看，你感覺你敢會當成功？我其實較緊張，因為這真正足靠迄個你的穩定的。穩定甲反應啊！對。來，請就位。丁丁變塔塔，觀眾朋友的挑戰，請開始。豆豆來。你可能是較唔敢直接抽啦。也毋過無要緊，你拄則表現真好，所以你轉去哦，來期待你家己就節目的演出，好不好？謝謝。多謝你，多謝。好，來。小雅西瓜真正就無簡單呢，會當成功哦。弟弟，你總算會當甲你的腳踏車砸轉去，有歡喜無？有吧。恭喜你，你會當去摕禮物啊！進來。哇，謝謝，感謝大家，謝謝。每一個人的面攏充滿笑容，互阮感受到因的快樂。假使講你的家庭嘛是遐尼團結有力量，歡迎你來報名，等您來挑戰。後禮拜繼續收看《公營鬥陣來》。